同一個高音，點解人唱到好似，有人好震，有人好舒服？今日就拆俾大家聽。第一部分，太弦都型。太弦屬於都型，聲音位置高，氣流集中，所以穿透力好強，聽落尖、直、清。第二部分，阿 Gem 拳型。鄧紫棋屬於拳型，聲音密度厚，唔係尖，係有重量，聽落去好震。第三部分，張靚穎風型。張靚穎屬於風型，氣息流動感強，唔靠硬推，所以聽落輕鬆自然。都型靠集中，拳型靠密度，風型靠氣流。唔知大家係屬於邊一型呢？打個字，都、拳、風。